呈分試3你都係登喺呢一個成績表裏邊嘅。如果我哋呢個成績表突然之間去到呈分試3差咗好多嘅時候，人哋就會諗到話呢個學生，我如果叩門也好，或者係等等，我收唔收佢呢？咁呢一個呢，都所以要保持住一個長期學習嘅心態咯。譬如話佢中文強、英文弱，或者佢即係比較有困難咧，都要揾人幫下佢嘅，因為始終個時間有限啊。咁佢都要揾一啲其他人，即係佢自己一來要努力啦，要好多嘅閱讀啦，喺各方面真係要落苦功。如果真係屋企父母未必幫到佢咧，都要揾人去幫手啊。咁第一、第三次呈分試就嚟緊喎，所以嗰個中英數嘅培訓，包括喺校內啦，或者係喺教室啦學習咧，一定要唔能夠鬆懈。點解咧？因為仲有呢個叩門就考呢個筆試咁樣。咁有好多人就完咗第二次呈分試就覺得喂完晒啦。咁到真係要去叩門，要考嗰3科嘅時候咧，我 keep 住一個好高嘅狀態咧，我都會考到高分，亦都有機會入翻去心儀嘅學校。咁除咗係應付校內嘅考試嘅咧，其實我覺得係即係要準備面試係好緊要，因為去到中學咧，其實佢睇咗你啲成績之後，無論係點樣嘅成績，佢都係會安排面試嘅。咁所以面試嘅表現係好影響佢成功與否咯。咁所以好好準備面試啦，係啦。